风台威拍虽然无直接登陆咱台湾，不过这外围环流也是甲南部带来大雨。因为顶间这丹那是风台打扫过，或者菜色继续可能暂时拢降袂落来。目前是已经启动这控制菜色继续的措施，会维持到7月24。所以来个看菜价甲天气如何变化，再过来做调整。来大卖场的促销专区景青菜，业者推出真侪优惠，正拄着假日买起袂歹。受风台甲连续落雨影响，最近的菜价是不哩贵，消费者家己有一套应变的做法。但是台风才刚过，所以它不可能恢复那么快呀，可能会换不同的菜类，就是买根茎类的啊，或是芽菜就会比较便宜啊。不知道台风来，因为现在外面下大雨，想说趁现在先来买。农粮署因应中南部青菜供应减损、青菜介绍起价已经甲卖场的通路合作，伫全台1500个据点推出高丽菜优惠专区，每一粒是1.2公斤，价钱未超过90块。看一下最近菜价7月末，丹那市风台来进前，平均价钱每公斤26块，风台过境了后一路起到33块1。因为产地积水无退，伊阁连续落雨，7月18平均价钱是44块3。十个虽然有落市价，不过依然无俗，而且进货量是大幅减少。以汤虾菜为例，价小起11块。主要是那个南部的那个叶菜类的产区有受到比较重的影响。本来是预计大概8月可能第1周或第2周会好一点，可能要看这2天南部会不会再持续的受到影响。台北市市场署讲，就因启动蔬菜边价做法，经由大台北地区超市通路推出边价蔬菜大约50档，亲像国产马铃薯进口的青菜火车品项，这波做法继续到24，会看天气状况加菜价波动情形，才决定是不是再推出因应的方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